嘅？我頭先問你夠唔夠錢，你話你夠錢嗎？嚇、你咁無聊嘅？我依家冇細10蚊港幣嘅，我全部都係人民幣啊！頭先講到有真正有七仔店，我問你夠唔夠錢，你話有錢嗎？你做乜成日呃我㗎？你而家冇錢俾啦，你落車啦，充100蚊使晒佢，我都講啦，你使晒你同我講，你唔好成日呃我。你下次再呃我，我唔幫你整，可唔可以俾10蚊人民幣㗎？我下次我唔會俾你啊！你無聊到死。聽唔聽到？你以後有啲嘢你唔可以呃我㗎，你用咗咪用咗咯，我又唔會鬧你嚇。你做咩唔同我講實話咧？我頭先問你有冇錢，你話大把錢，充100蚊上個星期先充㗎。上邊有冇位㗎？滿晒㗎啦，你上咗去未啊？嗰度未有個位嘅，睇下上邊嗰度。你下次嗰個我真係幫你。
中心嘅乘客，請喺呢個站落車。Passengers come to please remind you， 前往到浦中心的乘客，請跟这个站下车。過對面㗎啦。係啦。驚你啊！去翻嗰邊大圍啦。搭巴士啊！係啊，呢個站有位坐啊嘛，你坐第一個站出嚟有位坐，反正架車都冇到，大家都係等佢，要落車，請係到站前提早半鐘。落車時請緊記攜帶你嘅全部物品，包括座椅、洗地。Please make sure you want to use belongings on your own. 咁請在到站之前依法安排你的出行。請注意携帶你的備品。係啊，一陣間你睇下大老山隧道轉車有車有嘅，轉車又唔使錢啊，一個站跑翻落去。呢條寶鄉街有個站。係啊。
保安全。For your own safety, please hold the handrail while standing or moving in the bus aisle. 乘客在车厢站立及行走時，請緊握扶手，確保安全。请在到站前依法按铃。下车时，请仔细携带你的随身物。
第10分左右。乘客可以在这个站下车，步行前往延平阁，转乘其有八路，前往天都道或沙田市中心，使用八达通或电子支付工具的乘客，可从远程。
生，请勿饮食、抽烟、收存指甲或乱丢垃圾。谢谢合作。
24小時無間斷服務，幫你從港島、九龍市區及將軍澳、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，有關聯同島路線、NA 21號線通宵服務。